听戏、看戏、说戏、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戏。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为您现场直播第744期星期戏曲广播会《红楼梦缘》上海越剧院演唱专场。星期戏曲广播会由高伯特全程冠名播出。我是上海电台戏曲曲艺广播主持人辛宁，大家好。我是上海电台戏曲曲艺节目主持人肖亚，大家好。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节目主持人方飞，大家好。今天呢，由我们3个人联袂主持。说起越剧《红楼梦》，它是越剧的4大经典剧目之一。从1958年首演于共舞台，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它一出世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一个里程碑。首演连演了54场，观众达到了86343人，这样一个精准的数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之后50年来，越剧《红楼梦》久演不衰，尤其是60年代拍成电影之后，更是飞升海内外，载入了戏曲电影的辉煌史册。经历了50年，越剧《红楼梦》迎来了自己创排50周年的华诞。在这历经半个世纪当中，这个故事永远演绎着经典的传奇，并且在我们的观众心目当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红楼情节。那么越剧《红楼梦》为什么有这么长久的魅力呢？那是因为它在舞台上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给我们讲述了感人至深的经典故事。是的，今天我们就精选了其中的经典人物和经典片段，让我们再次感受这出美轮美奂、如诗如画、感人肺腑的戏曲经典。《红楼梦》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江南的。故事一开始讲述的就是体弱多病的孤女林黛玉去投靠自己的外祖母。你们瞧，那年幼的林黛玉，她来了。
鼻子起来。朋友们，林黛玉呢是《红楼梦》中间的核心人物，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老师就努力的刻画了这么一个角色，成功的表演了这么一个角色，给广大的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黛玉在舞台上是体弱多病啊，对啊很多戏迷还以为王文娟老师体弱多病呢，大老远的给她寄补品、寄中药，不是给她吃药啊，给她寄十全大补，叫她补一补。那是还有的戏迷端着鸡汤，守候在舞台的这个后台，等候着王文娟老师，也要给她补一补。真的是非常感人，这些故事非常之多。我想我们的越剧观众们很多都非常知晓，其中就是有很多经历过这方面的人。那么刚才这位林妹妹呢，说来呢是我们上海越剧院最年轻一代的林妹妹了。今年年初刚刚签约上海越剧院，她的名字叫李旭丹。那么说到李旭丹这个名字呢，我想很多越剧朋友们一定了解，因为在《越女争锋》全国的电视挑战赛中获得了最佳新秀奖，并且最著名的呢是在这个全国的《红楼梦》中人选秀当中一举夺魁，可以说是名噪一时。不过说到旭丹对越剧的情结，要追忆到他小的时候就是看了这出越剧《红楼梦》，被林黛玉剧中这个人物啊所感动，决心要唱戏，要演戏，所以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今天可以说是终于站到了舞台上来表演自己心中的林妹妹，圆了自己的《红楼梦》，而且可以说是新一代的红楼人。对，我们叫《红楼梦缘》，我们特地用了缘分的这个缘。那么很多演员和他有缘分，我们很多的戏迷朋友都和红楼有缘分。是的。哎，现在问你个就题外的话啊。怎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去干嘛？太多了，太多了，机会太多了。现在的内容太丰富了。逛公园、压马路，是吧？看电影叫血拼购物，还有这个喝咖啡啊，打电玩呐，太多太多。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贾宝玉、林黛玉他们谈恋爱都干嘛呢？一起读爱情小说，吟诗作画，对吧？吟诗。还有呢，读书，很风雅。读西厢就是其中的一出戏啊。对，一点都不错。《西厢记》啊，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当今这个年代的像这个琼瑶小说、爱情小说。不过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读一两本爱情小说，那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不过在那个年代，那可谓是禁书啊，这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当时呢，宝玉要读《西厢记》啊，还得叫身边的小厮悄悄地送来，而且还送给小厮一些钱物，才能把这件事情搞定。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李露燕和辛雅琴为大家带来的《读西厢》。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既然我背地里偏要夺他一个伤宽，我便是他情与子，难得西厢记妙子地藏神情心如丝。
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歌名闻万切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快趁早给我看看。好妹妹，请你看我是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什么书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你。这样子，好妹妹，这是好文章。好妹妹，意思好不好？真的是非常感谢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不过看了他们的演出呢，我觉得非常的浪漫，恨不得自己也能够再回到10几岁，然后再谈一次恋爱。对，也有这想法，不太现实啊。不过看他们那么甜蜜啊，真的是好羡慕。甜蜜吗？非常甜蜜啊。可是好景不长，马上就不甜蜜了，出现了第三者，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宝姐姐。宝姐姐在家长眼中呢，她乖巧听话，稳重贤淑，是一个最佳理想的候选人。可是，宝玉不喜欢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家长还喜欢这宝姐姐，是因为她能够规劝宝玉，能够认真读书，追求功名。不过真的是他这一番苦心呢，宝玉真的是不领情。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观念和说法来说呢，就是两个人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下这个宝钗在剧中演唱的《种种不孝》的这个选段。为我们表演的呢是青年的优秀演员陈慧迪，我们一起来欣赏。宝
要问，要为爹私自做成真本领，你应该把他关得去堂进，怎能够不务正业报公明？大家都知道，《红楼梦》里啊，人物真的是众多啊，出彩的人物也很多。即便是不扮演主角儿，就是扮演了《红楼梦》当中的其他人物啊，也能够成就不少演员。比如说第一幕当中的进府当中的王熙凤啊、贾母啊等等。对啊，先出场的叫元妃啊，元妃那时候啊叫封建时代，规矩很多。元妃就是和自己的亲生的父亲、亲生的这个兄弟说话都要隔着一层帘子。这个看来这个皇妃这个差事也不好当啊。可不是嘛！这个元妃省亲这折戏呢，在老版的《红楼梦》当中呢是没有的。2000年呢，上海豫剧院在经典版《红楼梦》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版《红楼梦》，丰富了人物和情节，加了这出戏。那么元妃的扮演者呢是著名的粤剧演员华一清，有请。
芳菲啊，哎，在当年越剧《红楼梦》中扮演贾政的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天红老师。徐天红老师大家熟了啊，她是越剧10姐妹之一啊，她的唱腔是高亢激昂、苍劲有力，略显少剧的魅力。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红楼梦》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折《赤宝玉》。那么为我们表演的呢是优秀的陆派小生演员黄慧，她的音色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戏路也很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欣赏她优美的表演。天哪，天哪！相公丈夫，司礼尊营自守，富贵功名自见，警察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也子。你不能光灿灿生远近，你不能为家路高登，抢那丫头戏子去奔走出了边着门外成不君若几个名，年将来是个有死君。如今的当时妇女子名声今晚企图这个《红楼梦》中间啊，不仅是那些公子哥儿小姐个个出彩，其实其中很多丫鬟也是独具魅力。比方说啊，聪明善良的这个紫鹃啊，听话能干的袭人。对，哎，我要问问你，这个宝玉哥哥最喜欢的是哪个丫鬟哦？那一定是晴雯了。对了。那么除了黛玉之外呢，晴雯呢就是宝玉身边的另一个知音了。有一个情节大家都知道，不小心一次呢撕坏了扇子，宝玉为了哄晴雯，抱来一大堆扇子由她去撕。不过呢，和大观园中的其他女性一样，晴雯的命运呢也充满了悲剧色彩。不久呢，她被逐出了大观园，命运就走到了尽头。接下来呢，请大家观赏2出小戏啊，说的都是宝玉和晴雯之间的故事的。但是呢，接下来这2出戏呢，是他大戏中间所没有的，它是根据红楼故事新改编、新创作的这个小戏，叫《晴雯别宝玉》。那么，先请大家欣赏2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越剧演员，一个叫郑国凤，一个叫陈颖，为大家演唱。流年
红颜多此无根难用。绿间云
王朝廷不曾花子，请你做什么坏事呀？二爷，你看。从此家乡长思念啊，思念你，我希望河边做个梦，梦里好见亲情笑，梦里好为我思念你匆匆，梦里无愧君意不呀，自家用意多，令傲气心用，哪怕他官员来混9天先去
感人至深。晴雯死后，宝玉特别撰写了一篇悼文来纪念她，并且在深夜避开众人来祭奠晴雯。这在众丫鬟当中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待遇了，留下了一段千古绝话。是的，其实呢，根据《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啊和情节呢，创排的小戏和片段有很多。那么《宝玉夜记》呢，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折子戏，也恰恰是因为它呢而成就了在越剧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范派宝玉张瑞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由张瑞红和陈琼琼为我们带来的《宝玉夜记》的选段，我们一起来欣赏。请问，你听见了吗？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今日我就用它来祭奠你。你这究竟有知，定会明白我的用心。你这在天有灵，秀清为帮我一串小生吧。北明，阿姨，拿酸来。阿姨，你这是做什么？不必多言。西。
来相会，我等你下山朗朗方回归。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赵志刚、方亚芬为大家演唱《红楼梦》中间的选段《葬花》，掌声响起。他
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困境我就避开。我只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是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旧精神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呀，包月日终日相伴共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并一条，还怕那丫鬟何时不知道，我亲自张张健健来找了。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心笑，我和你同坐起来同常来，将一幕所生的情动谁知道妹妹人大心大，是今日瞎着眼睛把我叫，三朝四夕不理我，是抱我失魂落魄烦恼，我有错，你当年是那也好，为什么怨儿鼻子将我抛？你有句说也是谁也好，为什么被人可是把泪掉？是抱我不明不白不理我就是为你死了一世功，去世的归为冤难告。妹妹，你不要哭，我何等哭嘞？你看泪子还滚上呀！你要死了，同谁同家的？好，你既这样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医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是我从哪里说起呀？哦，
不得你不理我，我只管这样对待妹妹，将我里可就死好了。翠，谁要你多走，不是的好呀。妹妹，我真的不知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包姐姐来如过一位，定是丫头们滚出来的好事。待我回去问过明白，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是的，要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有什么包姑娘来了、贝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可大了。哎呀，你万事之神，你到底是欺我，你还是追我呀？哎呀，这有什么要紧呢？看，劲都抱起来了。哎呀，我觉得一脸还你。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少连你的意思都贴贴不上，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不用良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才能宽慰心，你的病就会好了。妹妹满志，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好不好？不用说了，你的话我都明白了。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今日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思量，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管告诉人，只好哀伤。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谁会好呢？我睡里梦里都放不了你呀，妹妹，林妹妹，妹妹。越剧《红楼梦》啊，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意义是它造就了几代越剧演员。
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许玉兰和王文娟两位越剧表演艺术家呢，他们两个啊，其实在演《红楼梦》之前呢，就已经是很成名了。但是呢，真正能够成就他们事业巅峰的，却是这部《红楼梦》。那么说起《红楼梦》呢，在1985年的时候呢，上海越剧院组建了红楼剧团，以一出戏来命名一个剧团，这在历史上真的是很少有。很巧合啊，1958年上演到1985年组建红楼剧团，是一个巧合。巧合，但是很有意义。说起造就几代越剧演员，其中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著名的越剧演员，叫王志平。他的成名也是得益于红楼的演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王文娟”。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王志平为我们带来的《劝代》这个选段。那么说到这个选段呢，其实在这个舞台剧的演出当中呢，是被删掉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但其实呢，这个选段是非常的好听、好看的。啊，平时演出的时候删掉的啊，今天大家一饱耳福。
最早扮演红楼中宝黛的是王文娟、徐玉兰，这不考你。那当然了，这不考你。两位大师。演出宝黛次数最多、搭档最长的是哪两位演员？哦，那我想想，应该是钱惠丽和单养平，对吧？因为我看过一个对啊说他们俩合作演出的《红楼梦》达到1000多场，哇！啊，可以说是1000多场新一代《红楼梦》的代言人了。说到这两位的家园呢，我们不得不想起，那是1984年，两位都来到上海参加江浙沪的青年粤剧演员的大奖赛。一位呢代表桐庐，一位呢代表诸暨，两人演唱的参赛曲目就是《红楼梦》，而且双双获得了2等奖。那么上海豫剧院作为引进人才，他们俩又一起来到了上海粤剧院，好像命运冥冥之中就安排了他们的这段《红楼梦》缘。他们俩演出的新版《红楼梦》啊，已经是上海大剧院的保留剧目了。今年5月呢，作为文化部的指定的节目呢，去北京参加北京2008奥运会的重大文化演出项目。我要说的呢，是告诉大家，怎么？今天的这对黄金搭档不能在一起演了。为什么？因为剧情发展到这会儿呢，宝玉和黛玉这对有情人被拆散了。哦，对的，这对为爱而生的年轻人，此时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波折。《红楼》这出戏呢是个爱情悲剧，故事是感人肺腑。哎，小雅问问你，哪一段唱最催人泪下？粉稿啊，对，好多的戏迷告诉我，粉稿的音乐一起，刚听到前2个音符，眼泪就哒哒滴了。所以说呢，看红楼必备的一样道具就是手帕。哎呀，不要搞文绉绉了，就是举头呀。对呀，要打好一刀。哎，带来没有啊？带好了。接下来我们也互动一下哦，我数1、2、3，大概得念出来。不，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说明这个，对，说明这个红楼这出戏感人至深。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单养平为大家来表演这段最令人落泪的那段演唱，是哪段呢？粉稿。粉稿，掌声响起。
这个时候，宝哥哥又在干什么呢？他呀，在老祖宗和凤姐的安排下进了新房，准备洞房花烛夜呢。这个痴情的宝玉啊，以为这红盖头下是他心爱的林妹妹，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可以无比的幸福美满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是杨婷娜为我们带来的其中的《金玉良缘》的选段，我们一起来欣赏。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成绩，此地间参星，莫一地哭灵呢是红楼全剧中最大的高潮，在短短几分钟内，宝玉经历了人生中间种种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著名越剧演员钱惠丽为大家带来这段红楼选段哭灵。李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金玉良缘交偏。嘿妹妹。
传家可泣过灵颜，我你心生就是亲兄妹，那是两小无猜空争面，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同西厢采花田，帮牛是破佛讨心真心态啊，妹妹是心里早有你看不言，到如今无人恐把心相托那，可怜我伤心不该梨花前，曾记得以后愿上了闭门啊，讲你是十不安心夜不眠，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天，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总以为美满姻缘的相牵，想不到令妹妹变成包姐姐，恰原来你们必是我被骗，实指望大头能将我才知晓今生你黄土笼中头是你。
了，我们不止5队啊，第6队，不止5代，这是第6代。小宝玉，小黛玉，问问我们这个小宝玉，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文文。文文，哇，好儒雅哦。文文几岁啦7岁了。 7岁的宝玉啊，真是我们最年轻的、最小的最可爱的。好，来问问领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多多。那爸爸妈妈生了侬以后，他多啦？叫多了一个，不是哦。几岁啦？8岁。那么，我想现场的观众一定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现在我们热情的掌声送给这对最年轻的宝玉、黛玉，祝他们演出成功。 大家一起唱好吗？我再唱完，大家一道唱。上海越剧院演唱专场就播送到这儿，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朋友们再见，再见。